后来这个疫情的警戒降级，台中清水高美湿地木栈道对外嘛已经封闭着2个月了，即摆重新来开放。目前开放一段的人数上最是691个。可以进去了，就是扫一下 QR。 选手员请游客扫 QR code， 才会使入去内面。清水高美湿地木栈道过去2个月因为疫情影响，所以讲暂时关起来。因为疫情有较回，全国警戒降为2级，木栈道总算伫初一开放。台中市海住所表示讲，封闭期间顺续整理，确保游客安全。趁这个封闭的这个阶段来进行这样的保养，避免到时候我们又要再封闭一次。开放的时候，我们的人流管制不是像以前这样子900个人，我们是依照我们光市府的管理局它的那个面积的一个最大容流数。 配合木栈道总长度差不多是691公尺，海住所嘛将人流的管制设定是691个人，现场有设人流的计数器，采一出一入的方式来管控。因为最近落大雨，尤其是咱山山开放的第2天，无几个人来。昨天就是那个傍晚4、5点那时候涨潮，所以那个游客涨潮要叫上来会比较少人，下雨经常都会这样，没什么人了。因过若休热的是，未少家长拢带囡仔来湿地观赏大公溪、花条等等丰富的生态。为了民众会使安全的赏景，配合流水，木栈道逐天赶的时间拢无共款，嘛欢迎游客透过网络提早查询。